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6章，那西尼人的条例。上主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宣布：若有人无论男女，系特别的愿，要做那西尼人，将家己献予上主，安尼以爆酒甲厚酒，以及用爆酒、厚酒做的醋，拢毋通啉。嘛毋通啉葡萄汁，毋通食葡萄甲葡萄干。伫下愿期间，葡萄树所出的，甚至籽甲皮，拢毋通食。伊伫下愿做那西尼人期间，毋通剃头，到伊将家己献予上主的日期满以前，就分别做圣。出在头毛发长。伫伊做那西尼人献予上主的期间，毋通挖棍身死，就是爸母兄弟姊妹死，伊嘛毋通为着因的身死，互家己无清气，因为伊的头壳有做那西尼人献予上帝的记号。伫伊做那西尼人的期间，伊是归予上主做圣。伊的身边若忽然有人死，直到帕拉三伊分别做圣的头壳，伊就伫清气的日，就是伫第7日剃头。第8日，伊就带2只房角，也是粉鸟仔来会幕门口交予祭司。祭司就献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烧化祭。为着迄个人因为捌着身死引起的无清气赎罪，搁着伫迄日，互伊的头壳重新做圣，伊就搁选一日，将家己分别做圣献予上主，搁着牵一只一岁的羊公仔做赔罪祭。毋过以前迄几日无准算，因为伊做那西尼人，迄中间已经捌着拉山。奉献做那西尼人的期间若到，就照下面应该遵守的条例做。伊就互人带到会幕门口，献礼物予上主，就是一只无瑕疵一岁的绵羊公仔做烧化祭。一只无瑕疵一岁的绵羊母仔做赎罪祭，甲一只无瑕疵的绵羊公做平安祭，搁献规拿用超油的幼米粉做的木架饼，以及抹油的木架薄饼、素祭甲电酒祭。祭司就摕这礼物伫上主的面前献做赎罪祭甲烧化祭，嘛就将迄只羊公甲迄拿无架饼献予上主做平安祭，搁献素祭甲电酒祭。那西尼人就伫会幕门口剃头，将伊分别做圣的头毛下伫平安祭的下面烧。那西尼人剃伊分别做圣的头毛了后，祭司就取煮过的牛犅一只前腿，搁对拿来摕一块无架饼甲一块无架薄饼下伫迄个人的手。祭司就将这礼物伫上主的面前摇摇咧。这个甲摇过的胸坎肉、牙悬的正边大腿，拢做圣物，归予祭司，然后那西尼人才通啉酒。以上是那西尼人应该遵守的条例。伊若还有气力，通献规定以外的礼物，就照伊下的愿献祭物予上主。祭司的祝福。上主命令摩西，就对阿伦甲伊的囝宣布：你着安尼甲以色列人祝福讲，愿上主赐福你，保护你；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，施恩予你；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安尼，因若奉我的名甲以色列人祝福，我就要赐福以色列人。